中央研究院的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是要来鼓励这国内少年学者继续来做这学术的研究，来深入研究。27年来表扬真侪少年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今年总共有7个学者得奖，有的是来自理工，有的是人文，拢是无同款的领域。其中数理科学组得奖人屈维新，伫今仔日颁奖典礼顶头，也用伊的母语台语来致辞，表示感谢。 上最后的是我的家庭对我的这个无条件的支持甲包容，才有今日我。 2023中研院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得奖人屈维新用伊的母语台语致辞，伊讲台语对伊这个台南囡仔来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台语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讲对我一个养成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会当有今日的成果，就是来自我的家庭，来自我的成长的背景。屈维新注心伫咧现主时上时行的机器学习领域，伊的研究和机器学习伫收集资料的阶段，通更加有效率，也增加应用的通用性。用机器学习来做研究的这过程当中，你需要用真侪有正确答案的资料来做训练。就算讲人咧对这资料咧标这个正确答案的时阵，嘛有可能都已经带入这个偏见。咱是不是当用对？ 资料本身就来做学习。除了理工领域，也有人文社科的得奖人，亲像研究员林建志就脱离主流思考，探讨亚洲宪政主义。主流的宪法学理论或是司法行为理论，它其实主要都奠基在非常几个少数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或是西欧的几个国家。这些主流的宪政理论或是司法行为理论，其实未必可以 适用到其他的国家。2023中央研究院少年学者研究成果奖有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甲社会科学3个领域，计共7个得奖人。中研院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奖鼓励更加侪少年研究人员创新，透过研究来发挥影响力。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